地大的，并无拯救，因为一听无数事报的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入伊来得救。大家平安，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特别看的。让我们现在来唱《你很特别》。你很特别，关着眼看着你的脸。你很特别，神爱世人没有分别。你
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江山，一直恩典悠悠，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里的爱，是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是这里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不会改变。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You died for me. Every love you gave, your life for me. Brought me from darkness into the world of light. Open my eyes to see. Praise you, Lord. Your love for me. Your word of praise goes over me. Your tender mercy pours out from Calvary. Your love has set me so free. The precious cross is all I am set free. With my all, I worship at your feet. Your saving grace so secure in its promise of all is your love changing for me.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Lord. You died for me. Great love you gave, your life for me. Brought me from darkness into the world of light. Open my eyes to see. Praise you, Lord. You died for me. Your love of praise flows over me. Your tender mercy pours out from Calvary. Your love has set me so free. The precious cross is how I am set free. With my all, I worship at your feet. Your saving grace so secure in its promise of all. Is your love changing for me? 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灿烂乃用古多文来告白咱的信仰。万里体列碑，万叶名士，列国边界，列气英雄，天地人亲像日天。阮的历史今仔日予阮写给阮的故父，亲像我写给辜负阮的人，无指错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关名、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边有一水情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刺田一样。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见，互人放散。伊受看见，亲像互人毋免有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英文，为咱的口头。若是伊为着咱的继续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油麦路。伊受压着，拄着艰苦，也阁无开喙。阁亲像羊伫前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着甲审判输出去。伊虽然无惊恐怖，喙也阁无有规则。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现实主义二，重重的梦想。
第3周第1节到第10节。3点钟祈祷的时，彼得甲约翰就阵，有一个人对出世就软脚，落去互人赶来，下伫殿门，就是迄个叫做水的门。要求入殿的人求下死，看见彼得、约翰要入殿，就求下死。彼得甲约翰注目看伊，讲看我，伊就注视看因，嘛对因有所得着。若是彼得讲，经文我拢无读到我所话互你，伫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就牵伊的只手，互伊起来，伊的脚甲脚目单边强行，就跳起来，徛着，搁行，甲因入殿，也行也跳，也学了上帝。众百姓看见伊在行，在学了上帝，搁认得伊是平素坐伫殿的水门求下死的，就因为伊所拄着的事，满心奇怪、误解。根据阮读一遍，请大家读2遍。他是你们将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行传4章11节。他是你们将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行传4章11节。他是你们将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行传4章11节。刚的儿童戏剧起来行走。每天下午，耶路撒冷的圣殿就热闹了起来，许多犹太人陆陆续续从各方来到圣殿，聚集预备祷告。他们经过一个门，名叫美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非常美丽。它是用金子和铜做成的，每当阳光照在门上时，就会灿烂的光辉。每天下午3点时，不断有许多人聚在圣殿里面。圣殿的外面也会有一些穷人、病人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对了，讨饭、讨钱。圣殿门口是求乞最好的地方，因为这里人不但多，去敬拜上帝的人会比平常人更仁慈，会多给一些钱。有一个40多岁的人，生来就瘸腿，天天被人抬到这里，向人乞讨。这天下午，当彼得和约翰来到美门口，看见了这个瘸子，你们猜猜，给他说说话，希望能得帮助对生来就瘸腿的人呢？老师的大爷，早年可怜我，能给我点钱吗？你看我们，金和银我都没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脚好了，感谢耶稣，我脚好了。是的，感谢上帝，你的脚好了，让我们一起去圣殿吧。我
听见有人大声赞美上帝，就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奇怪，那不是在美门要饭的瘸子吗？对啊，是啊，是他没错，可是他怎么能走路呢？我不知是谁医好了他。大家看见这个天天活在美门口，一步也走不动的瘸子，现在全连跑带跳的欢呼，都觉得惊讶极了。请问师妹认得我吗？看了，无怪阮祖囝会甲我问讲，爸爸，啊，阮要跳这唱这，你会紧张袂？我真知影是谁哪会安尼问啊？有足侪时，信用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用。伫生活顶悬的信用，才是真正的信用。咱甲咱的囡仔三甲或者互相来学习，无论是语言，无论是台风，无论是所讲的话、祈祷、词汇，以及因所表现出来，我想伊所带来欢喜，也互咱的心真正伫即个中间来开。因伫遮讲到一个故事，敢有人会记得？伊讲的地点伫啥物所在？美门，你若是用迄、这个上面这个可能要帮我关掉，不然这个会看不清楚。伫即个美门，其实就是伫古早历史内底圣殿的，应该是东门。啥人讲应该是？因为无人知，伊可能是头仔有讲到迄个美门，就是金的门，是迄个真水的门。其实金的门甲水门，这是两个门，拢是伫即个方向，但是伊是无共设计所起起来的门。迄个金的门是当初时为着要会当互伊所建筑真正用金用非常水的建材伫遐所起造出来的一个门，所以迄个所在叫做金门，然后伊嘛叫做水门。但是事实上，即两个门是即两个名称，金门甲水门是无共时代。咱正看的即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即个 model， 可能咱安尼看会感觉讲，圣殿就是生即落形。但是咱中间若有人去到伫耶路撒冷，真正去看到迄个圣殿，即个所在顶悬是啥物货？你看袂到即个圣殿，你敢若看会到清真寺。你敢若看会到清真寺，你看袂到咱正所看的即个物件。即个物件敢若伫对看会到，就是你去参观伫耶路撒冷的时，伊有一个类似博物馆，然后内底有一个模型，甲你讲过去早前圣殿可能生做即落形。圣殿生做即落形的根据对对来，对今仔日你所读的即本圣经来。即个是水的门。然后伫迄个中间有发生一个真特别的事，这是伫耶稣上天了后，因的对两个门徒，彼得甲什么人？彼得甲约翰，因伫要去到即个门的中间，全拄着一个摆骹变水的。那根据着圣经咱差不多所读的，即个摆骹变水的是车祸弄着的吗？是开刀失败的，是年纪变大袂行的，伊是安那袂行？顶悬有写。后摆甲我提醒若顶悬有写，就免问遐济吼。伊是出世，若是
咱的台语圣经内底所讲的是出世就软骹的，伊无讲伊变水，伊是讲出世伊就软骹的，伊的骹无力，是毋是袂行我毋知影，但是圣经台语的圣经描述的是伊的骹无力。即个骹无力的人坐伫即个水门，下晡3点有祈祷的时，所以根据着头拄伫迄个所在所读的。讲着讲，是安怎要伫即个时阵伫遐来求讨、来讨食，因为检采第一个人较济，所以人较济，检采生理会较好，包括你要共分、要共讨，若有一个心内较有慈悲怜悯的人，嘛会较济，所以伫迄个中间检采会当加互，可以得到较济食食，所以人济真重要。你若要做生意，一定爱伫人济的所在。所以伫前一站高雄有一句足有名的话，叫做“货出去，人进来”。哪里发大财？高雄发大财。阮住高雄的，阮足有迄个感触安尼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人一定爱济，生意才会好。所以就算讲你是要伫迄个中间要求讨。要去食，要求讨，嘛爱伫人济的所在。但是真趣味的就是，伊坐伫遐的时，伊拄好什么人毋讨，去讨着对两个门徒，彼得甲约翰。结果即个人找毋着人，伊找着彼得甲约翰，甲伊讨讲先生先生，你会当分我袂？结果彼得甲约翰甲伊因啥？金甲银我拢无啦，哇！一个要讨食的，拄着一个比伊较瘦的，金甲银我拢无啦，但是我将我所有的互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是安怎伫迄个中间一个讨食的，彼得甲约翰伫遐讨食的时，结果门徒是用迄款的话语咧甲伊讲，金甲银我拢无，即句我会当理解。检采伊落地甲我共款无咧外钱。所以无当会互伊生正就无够佫有通读单。但是伊讲的第二句，金甲银我拢无，我将我所有的互你。我所有的是啥物？虽然我伫世间，我毋是靠金靠银来成做大富大贵，总是我心内所有的是耶和华通过救主耶稣所手术得救的快乐伫我的心内。所以，互即个彼得甲约翰，因经过因人生真大的风波，因经过失去老师，总是搁重新得到伊的老师的迄款的心路历程。所以，伊伫遐咧讲，我所有的是什么？我所有的是拿撒勒耶稣所带来互我生命的快乐。我所有的是这，亲爱兄弟。今仔日咱在座每一个人嘛，伫即个中间来领受主耶稣伫咱生命中间的快乐。所以彼得甲约翰伫遮转甲伊讲：我将我所有的互你，我所有的迄个生命的快乐，要手术伫你的身上，然后要叫你起来行，叫你起来行。即句话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话？这是一个朋友勉励的话吗？或是这是一个牧师对信徒讲的话吗？或是这是一个医生对伊的病人讲的话吗？若是医生对病人讲的话，我想较好理解。就开刀开了若要互你会当较紧放开，会当食物件，爱安怎？起来行。就算讲你的伤口偌痛，你嘛爱起来行。行的身体开开始行。若放开了，你就会当食物件，然后表示你的开刀已经迈入另外一个阶段，你准备要复原啊，起来行，因为你准备要复原啊。但是这句话是彼得、约翰对这个出世伊就软脚的人讲，这个人听了我要讨的金甲银你拢无。你讲你要将你所有的给互我，
你奉的是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我无确定讲即个出世软脚的人，伊知影耶稣是啥物人，总是我知影迄个结果。我想，伊有接受到即个彼得、约翰所予伊迄个开力，奉耶稣的名叫伊起来。然后，即个人真正爬起来，真正伫迄个中间，会当亲像一个人安尼落行。我想这是对人生活、性命一个真大的改变。要安怎看到一个人对袂当行到会当行？我想这就无简单，总是咱较有经验的是，对会当行变做袂当行。什么人会当行？什么款的人本来是会当行，但是伊人生行到一个阶段，转变做袂当行，可能意外受伤出车祸的。我毋知影咱中间敢知影黄兆明先生已经过世，恁敢知影？你昨无甲我讲。即个赵明兄伊是一个真有特别本事的人，伊会当弹足好的管风琴，会当弹迄个真好的风琴，然后伊也真特别，伊将伊所有的拢奉献伫教会，拢奉献伫上帝。伊经历着几啊摆的车祸，一摆伊的车祸拢足严重的，弄了足严重，总是伊游玩，弄一摆开刀，开刀了就行关过吼，伊开车真紧吼，伊开车非常紧吼，然后佮弄第二摆，弄第二摆了吼，佮开刀了就坐轮椅，所以伊的人生真正是非常丰富，非常特别。有的人是因为意外受伤，所以袂当行；有的人是因为破病开刀，开了全袂当行。但是有的人，伊是因为拄着一寡代志，互伊的心内惊吓，全毋敢行。但是，佫有一种人是，伊感觉伊足软弱，伊是一个破病的人，所以伊无想要行。我想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可能性，互一个本来会当行的人，全变做袂当行。你若看到即台轮椅，你会想到啥物人？你若看到即个轮椅，你会想到啥物人？苏林天。淑玲姐哦，去台吼，差不多伫遐啦吼。伊拢坐公车来遮，伊爱安尼换几啊班的车吼，安尼转，转来到遮安尼，赴下晡2点，但是伊常常拢毋是迄个比2点较晚的，拢是2点进前伊就来吼。我想有真侪时，咱伫咱生命中间，咱会拄着意外，互咱人全无法度行。总是假使今仔日一个人伊的心伊愿意行，伊搁艰苦，伊嘛要继续行。上惊的是啥物？上惊的是咱的心内无想爱行，咱心内无意爱要踏出一步。啥物会叫做灵性上的摆卡？第一个灵性上的摆卡讲的就是人际关系顶悬所拄着的摆卡。伊检采伫生活中间经过着有一段无欢喜的，经过有一段受伤的，所以伊的人际关系，无论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是结婚婚姻的关系，有时啊是做朋友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做同胞的关系。伫迄个中间，伊拄着一个关系的变动，然后互伊心内惊吓，全部爱出去。我想，若有碰到即种的人，咱真正会当伫迄个中间来体会了解，伊真正的问题是出伫伊心内惊吓，因为伊惊吓，佮甲人去讲话，有时啊惊人伫迄个中间，佮去得罪人，有时啊伫迄个中间来惊讲我已经讲毋对话，然后我若佮讲落，我伊佮得失人，所以伫迄个中间一直纠倒来，伫迄个中间。惊讲伊听了袂清楚，人讲的话伊听了袂清楚，所以伊毋敢讲。
所以伊毋敢去甲人三八做伙。第二种灵性顶悬的摆卡是人生阶段的摆卡。啥物话叫做人生阶段的摆卡？有时人伫人生所行的阶段，一段甲一段无啥共款。特别若是囡仔渐渐大汉，这较容易。以前毋敢的，后摆慢慢伊会拿来拿干。但是一直到壮年了后，人若开始行人生下底行落的阶段，我想迄个是一个无同款的心内的感受。检查有时啊，伫迄个中间会发现讲啊，以前我拢真勇，以前我拢真够，以前我拢会当家己处理，是安那到即阵，我全伫迄个所在，感觉我定定拢用袂好，失去伊原来即个人的自信。人生阶段顶悬会塌来，有时互咱伫迄个中间全毋敢向前，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啥物？全闭大厝。无要出去。另外一种灵性顶悬的塌来的摆卡，是自我认知的阻碍。这款自我认知是认为讲，我本来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但是因为我的身躯、外在、年龄改变了后，我对我家己这个人，我到底要会当做啥物货，来失去迄个望甲信心，所以头前的路全毋敢行，会当期待讲啊，我拢莫做，我拢莫当，请别人来甲我帮忙甲服侍。我想真侪时，一个人伊若是生活顶悬无法度顺利来进入，有时所拄到的，毋是伫外在身躯，也是环境顶悬的阻碍，是伫心内。拄到一个伊所无法度担会起的担，然后伫迄个中间，伊无法度做到伊原来本来应该会当做的事。有的人因为外在的改变，会改变伊甲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啊，若是即个图，再来看到啥？才有两个人咧讲话，其中一个人伊是坐啥物货？坐轮椅。这会当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伊本来是即个人，甲即个人是朋友，但是伊可能伊的骹无好势，所以互伊无法度向前。伊用啥物货来补足伊的欠缺？轮椅，轮椅刹咧，我可行咧，伊原来做袂到的，伊就会当继续支持，继续向前。但是咱嘛有可能因为咱的外在、咱的身体、咱的健康改变，所以最后互咱的心内惊吓，无愿意出去看原来有的朋友。我想即款的结果，就会变做会变大处理，无法度行出去。人残心不残，啊人残心不残的结果，就是亲像会当伫迄个中间，大家拢坐轮椅的，但是继续来拍人。啊！若心死，心内感觉我袂当，人就死。我想对着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使徒行传》内底的故事，彼得、约翰看见即个出世就软脚的人，伊甲伊讲：金甲银我拢总无，总是我要将我所有的互你。咱会记起彼得甲约翰伫因人生捌拄着啥物款的艰苦。若是彼得耶稣做伊的老师的时，老师甲伊讲：若假要提3摆进前，你要安怎？你要毋认我？结果彼得甲讲啥？无可能的代志。无论发生啥物代志，我彼得绝对无可能无认你。啊，结果事实嘞，当耶稣受了，假提3摆进前。当人问彼得讲：“你敢毋是迄个拿撒勒耶稣的学生嘛？你毋是甲伊做伙嘛？”彼得伫迄个中间3摆无认。所以彼得，我相信伊可能嘛甲咱共款，经历着生命足艰苦的时，伊感觉伊话讲会到，但是伊做袂到。
然后伫迄个中间，伊心内真受伤，伊心内真不准，伊毋知影要对耶稣安怎来交代。所以当耶稣对梦内底四个活了后，伊特别爱人去甲彼得讲，你爱甲彼得讲，你爱甲门徒甲彼得讲，主耶稣已经过我。你爱特别去甲彼得讲，因为主耶稣知影彼得伫迄个中间。伊跋倒，伊心内软弱，然后伊无法度继续往头前行。但是通过主耶稣伫迄个中间，搁一摆收束彼得生命的困难，互彼得搁一摆会当来向前，拯救彼得的心灵，互彼得的心无搁是诚做死的，重新搁活起来，然后彼得会当继续行伊人生头前所要跑走的路。人战心不战，心死人就死。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的性命行到什么款的程度？你甲我检查拢无共。今仔日伫咱中间所看到的真侪囡仔，是安那咱看到伊安尼会真欢喜，因为咱会感觉讲伊头前还阁有真侪真远的路要行。愿上帝通过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帮助咱每一个人。金甲银我拢无，总是我将我所有的互你，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愿咱互相伫咱的性命、伫咱的生活顶悬，互相帮衬、互相扶持。既然咱知影咱的兄弟、咱的姊妹伫迄个中间，心内艰苦跋倒的，愿通过拿撒勒耶稣对死中个爱的开咱。要互人搁一摆得到快乐，就算坐轮椅，嘛要向前继续。咱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摆列阮的祈祷。当阮的人生行到一个坎站，检查阮拄着重担，阮行袂落去。当阮的人生行到一个时代，检查阮的观念。对袂着，互阮困难向前。主，你知阮的时代改变了足紧，有时过去阮所珍惜的环境，阮所使用的物件，到伫今仔日真侪物件拢改变。主啊，总是恳求你继续帮助阮，互阮有一个头前继续向前跑走的困难。阮就算讲爱用辅助，爱坐轮椅，总是有愿要继续阮人生来认捌你的路程。要反入伫认捌你的中间，搁一摆来看见你是好，你是水，你是阮世间的希望。愿你通过阮今日所读的圣经章，赏赐开咱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信息能大去感人秀，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家庭。
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Father in heaven,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kids be able to work at church together to make today's service. We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live on this world. We now give some money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Now we use child's grace to pray. God is great, God is good, and we thank you for our food. By His hand we must be fed. Give us, Lord, our daily bread. Amen. 谢谢。咱中间有几位来宾人客，咱而且会咱来介绍一下有Sky 吼，甲伊的先生、甲妈妈、阿姨，拢总伫即个中间。妈妈、阿姨对台湾来佚佗啦吼，伊就恁是住伫 Maple Ridge， 欢迎恁来。咱嘛欢迎Yuki来到伫咱的中间，恭喜。嘛，足久无看到迄个美丽姐吼，甲迄个义勋吼，等于台湾。其实伫咱中间吼，咱教会伫对旧年到今年拢有一个配灵，拢伫咱的中间，只是讲伊无逐摆拢来做礼拜吼，而且特别来甲伊介绍，伊拢有参加团契活动，无就是去阮兜食饭安尼吼。咱甲伊欢迎一下啦吼，配灵。伊对台湾旧年啦去年9月啦9月来遮读册，然后伫即个所在咧读册上课，所以伊平常时也真无闲，所以无一定逐摆会当看到伊，总是伊拢伫咱的中间。其他我来报告。来恭喜6月生日的兄弟，愿上帝祝福满满。咱中间有6月份生日的兄弟无？伊人是不是？伊人，光名来报名。咱的咱有第3位是原主稳定树吼，刚刚有2位名吗？2位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稳定树吼，祝你生日，再一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怎么同一天生日？咱袂记得的哦。刚好同一天生日哦，咱这回来记得。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等我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出生，看到这个世界，享受你所创造的这美好的世界。主，我们再一次为了我们伊恩、阿文还有英崇兄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何等的美妙，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透过这特别的日子，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也纪念我们出生的时候，妈妈为我们辛苦生下我们，我们更感谢在过去的年日，你带领我们走前面许许多多的路。不管我们经历如何，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我们恳求你继续成为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愿英崇兄身体健壮，让他所做在上帝面前的服事得蒙上帝你大大恩典的赏赐与祝福。愿你赐下聪明智慧，赐下一个爱主的心在伊恩、阿文的身上，让他们在未来不管到哪里去，他们都是主耶稣那美丽的小羊，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能够赞美上帝的名。愿你的恩典大大赏赐在他们的当中，愿你赐下冠冕荣耀与他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不上。牧师也是送的。伫遮来报告咱顶礼拜有选长老咱顺利选出咱新任的长老丽叶姐甲香怡姐对丽叶姐甲香怡姐，明年6月底会来封立设立，然后要对7月正式甲咱教会小会3甲同工。愿上帝恩典，甲因两位三甲弟弟赏赐智慧、勇气甲快乐，总是嘛，互咱每一个信徒拢伫即个中间，甲因三甲同工，互因所做的，甲咱众人所做的，通成做教会福气。搁一摆，谢谢。等一个礼拜了后4点第3摆的日职会要伫牧师室来召开，所以请咱大家会当同工会当伫迄个中间来出席。第4点咱连续因为我要转去台湾，所以连续2礼拜拜3的查经咱要暂停，总是请咱会当继续读启示录第几章？第4章个第5章有讲出来就爱读吼。咱读第2章甲第3章足精彩，对无？拢总讲到7间的教会，7间的教会拢有伊特别的恩典然后伫迄个中间也互人看见上帝对即个教会有真侪期待。我相信伫咱读圣经读到迄个7间教会中间，咱嘛会当去体会上帝对咱的教会嘛有所期待。第5点。咱的迄个主安长老今仔日已经出发，已经去多伦多去参加总会。愿上帝也保守伊。伊有一个真重要、真重的任务，就是会当去了解咱的总会伫最近要有做啥物款的活动。其实伫伊要去开会进前，总会有寄迄个记录来，结果寄来了后，咱才知影讲原来总会。有做真侪活动，咱拢毋知，所以咱期待主安伊英文也袂歹，会当伫代表咱的教会去参加即个总会开会时，会当带来更较侪消息，互咱的教会甲加拿大即个社会会当有更较好的结连。然后第6点伫我无伫的期间，后礼拜有
大福教会罗牧师来讲道，啊，咱会友若有啥物代志会当联络迄个咱的职农长老，啊，其实嘛会当找娟长老。然后第7点，咱台湾同乡会伫6月8号拜六啊有包肉粽的活动，啊，请咱会当伫迄个中间来看，啊，会当来找时间来参加。第8点，温哥华圣乐团伫6月9号暗时7点半举行春季音乐会，啊，详细的地点甲歌曲啊，伫咱酒保顶悬，啊，咱会当来啊免费入场，咱会当踊跃来参加。第9点，咱的灵修会伫6月14号到6月16号，啊，伫 Abbotsford 来举行，详细的资料伫遮。啊，咱伫6月9号，咱伫礼拜了后有一个行前说明会，啊，咱基本上咱去参加这个灵修会，爱家己炸被还是炸睡袋，啊，敢爱炸遮的？遮的免啦吼，遮的遐会准备，爱炸圣经无？哎哦，感谢主，毋是干那炸碗尔，咱敢有炸碗来？今仔日敢有炸碗来？有炸举手。哦，有炸圣经来举手。感谢主吼，真好。咱等一下吼，咱下底有点心啊，有人特别去了奖励咱今仔日的主日学小朋友，所以小朋友等下落去下底吼，有啥物货？有披萨。啊，第10项，咱的宝贝温哥华长老教会的灵修会伫7月19到21，啊，这个消息已經牵真久，咱有興趣的，咱會當去報名。啊，11點，咱第3季7月到9月份，咱教會服侍表已經開始咧添啊。啊，無論大細，無論老幼，哦，細漢的會當輸花，然後年紀大個會當輸花。拢總会使，啊，迄落台语袂练转的，敢会当输花？会哦，练就好。啊，若国语袂练转的呢？国语袂练转的要安怎？啊，讲台语。啊，若国语、台语拢袂练转的呢？讲英语。伫教会内底，请咱莫用语言，真做人甲人之间的窒碍。不要让语言成为你我之间的障碍。咱伫这个中间敬拜上帝，敬拜同一个上帝。无论你是国语、台语、英语，还是法语，还是任何一种的语言，愿上帝伊的恩典拢赏赐伫咱的中间。啊，咱教会有一个 VTPC 本拿比教会带群组。啊，咱若有教会聚会消息，还是信用造就顶悬的分享，拢会当牵伫顶悬。啊，进前咱的迄个白灵寺有一个快闪活动，啊，我感觉真无彩，是安那无彩，因为因拢总3摆快闪活动，啊，有时啊，咱教会听这吼，咱教会有人参加去快闪吼，昨昏拜六搁伫石盘内底搁跳，互咱逐个看嘛，安尼吼，耳芳一下。啊，假使若有即种的活动，也是同乡会活动，也是咱台湾人伫加拿大、伫温哥华的活动消息，咱拢会当牵伫即个本拿比教会即个赖群组。即个群组毋是干那牧师甲长老会当牵，哦，包括伫咱教会活动，也是今仔日咱有去，啊，敢有人知影今仔日早起发生啥物代志？看赖群组的。哦，今仔日早起有去路跑，所以你若有看迄个赖群组的吼，你就会知影啊，披萨来啊。披萨来。所以咱希望通过即种的手机啊，还是电脑的群组，会当互咱每一个人伫加拿大的生活更较丰富，通过信用的结连，互咱的生活会当更有快乐。啊，其他为着身体欠安的人来祈祷，啊，咱遮有人真济，啊，无伫即个所在搁来念，愿上帝恩典来看顾伫咱每一个身体软弱欠过人的身上。以上。向西第510首俄勒提供主宰，临时了请牧师就到，请起立。
天父上帝疼叹，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二地，无论老幼大细，无论男或女，无论勇壮也是软弱，互阮众人通通过主耶稣基督所赏赐伫生命中间的快乐，互咱继续跑走咱头前着跑走的路站，直到世间的路尾。阿门。